論壇結束之後，一批反港獨人士聲稱被另一批持相反意見嘅市民吐口水挑釁。而論壇期間發言嘅市民一樣咁激情，對港獨呢個議題係不存在討論空間，不存在討論空間，一步都唔會退讓。香港係中國嘅領土，我哋係中國人，中國人當家作主。我哋好想國家好噶，我哋好想國泰民安噶，但係我哋做唔到啊！美國人可以鬧美國總統，但係中國人唔可以鬧中國㗎。近日光復上水站、國慶日中聯辦外示威等，經常見到疑似舊日嘅港英旗幟飄揚，就被視為係支持港獨勢力嘅活動。有啲人喪心病狂，竟然打出中國人滾回中國去，香港要獨立，南京條約萬歲呢啲荒唐嘅口號。呢啲咧完全係同基本法律嘅規定啊，係呢個對着幹嘅。民生生活上面嘅衝突解讀成為去中國化，我覺得呢一點係有過敏啦。如果係咁，再跟住你有港獨，所以我有解放軍。如果近日解放軍嗰個嘅演練係嗱，我唔係話佢針對港獨嚇，而係話如果佢真係諗住針對港獨嘅話咧，佢呢個真係捉錯用神。有份發起早前遊行至中聯辦嘅陳子俊否認支持港獨，只係要求中央尊重一國兩制嘅精神。希望北京政府尊重翻香港人治理香港呢樣嘢，唔好再插隻過嚟香港所做嗰嘢裏邊。你而家你睇到嘅北京不斷干預緊香港內部事務。你可以批評政府某項政策嘅缺失，但係你唔等於咧否定國家嘅認同，係嘛？多謝你。你可以不滿共產黨，但係你冇理由否定中國人呢一個咁嘅概念。香港寬頻電視記者曾子倫報導。